这一次代表台湾到新加坡参加世界杯巧固球锦标赛哈，我们获得 U12组，就12岁以下组女生的这个世界杯冠军。那非常感谢各界在我们出国比赛之前经费上的协助，也主要感谢我们这个张博伟老师担任教练在过去这30年来在学校的贡献和付出那当然也感谢很多的家长给我们的支持和协助特别感谢我们县政府、我们县议员刘淑芳议员、我们林守正乡长以及我们农会总干事在经费上面。